就来看这个内政部每一年拢会编新住民发展基金3亿，来协助着新住民来适应着生活、来就业、来就医等等。也毋过日前移民署公告的修正的草案当中，甲这个基金管理会新住民的委员甲民间团体释处大量共删减，引起着反弹。再去一大群新住民的子女来到内政部的门口真情抗议。这群人是伫台湾的新住民，甲新住民的第二代，希望讲移民署的官员会使听到因的心声。为什么降低新住民和民间团体代表席次就能增进会议效率？就算南部嘛要为家己的权益站出来，甲移民署抗议，因为移民署公告的草案拍算删减新住民发展基金的管理会委员席次，为本来总席次是33席，降到剩29席，并且要将民间代表团体改名做新住民以及民间团体代表，人数为本来11位变成干那剩7位。减起来，这个声音拢总是这的新住民。我们是把民间团体这4个字改成新住民及相关民间团体，我们是确立了整个代表性。我们台湾新住民的人口已经超过了56万，新住民的2代也将近40万。伫台湾新住民加上新2代，都将近100万人。虽然讲目前的草案也未定案，不过民间团体更加期待讲新住民参与的范围会使提升到总席次的1/2，并且要求委员的遴选过程要公开透明。这个代志恐惊要搁沟通。